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读做抗，可往抗第三条。这个抗有抵挡的意思，咱讲反抗、抵抗、对抗。另外，嘛有无听话意思，咱讲是抗拒，嘛有人读做抗拒。用行动表达反对的意思，咱就讲抗议。另外，对抗辩论，咱讲抗辩，这个词是为日语来的。也个有抵抗敌人，咱讲是抗敌。也个有为顶世纪开始发现的药啊，其中都有抗生素。药啊治疗的效果降低，咱讲产生抗药性。叫人爱加运动、加休困，互身体产生抗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反抗，代表心肝头不服，用行动来反对；第二个词读做抵抗，嘛人读做抵抗，嘛是同款意思。颠倒边的词就是服从、顺从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过去囡仔唔敢去反抗时代的想法，即嘛时代无共，就算无应喙应舌，直接反抗，心肝头也是有抵抗的想法，也是唔通勉强囡仔做因无爱做的代志，敢来当尊重因的决定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抗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